林高坑的棋盘村为着要拍响着知名度，为旧年开始来举办着象棋比赛。今年第2届来参赛的人是比旧年加出着1倍，大家拢用棋子啊来交朋友。 后一步要安怎行，真诶互人咬破头壳。这是高坑棋盘村第2届象棋比赛，无论大人囡仔拢会当报名。这摆有越南来国手。今天怎么会想来参加比赛？因为家里有人在下，然后我不会啊，然后就学象棋，就想说今天有那个象棋，就刚好来比赛。 为了杀观光的知名度，高坑棋盘村伫去年开始办象棋比赛，今年报名人数增加1倍，有300多人。那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，3C 产品的进步吧，大家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淡忘了这种传统的游戏。那办这种比赛其实可以帮我们找回以前的一种乐趣。 在科技进步时代，无论大人囡仔，拢会当来学行棋，除了当促进逻辑思考的同时，嘛会当联络感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